那国家发生紧急状况，民间大发挥自我防卫也有自救能力，就是真好的民防行动。登记倡议民防概念的乌心学院，今仔日伫桃园举办亲子活动，以趣味的方式教囡仔民防知识。另外，也有独立媒体出版第2版本的民防手册，以民间的力量斗阵培养社会的民防能量。斜一斜包斜的，这样斜的，然后再绕一圈圈斜的，然后再绕一圈，一圈，然后呢？囡仔摕药水布包大人着伤的空喙，这是长期倡议公民自主防卫能力的民间团体乌心学院办的活动，让大人囡仔认捌防灾的知识。这摆因到桃园办亲子活动，以趣味的方式教囡仔民防概念。我们现场这些摊位的话，有那些急救的教学，而且我们现场摊位的话，也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关于避难，然后你如何要去准备东西，这些部分的话，不但小孩子玩得很开心，大人也觉得受益良多。以黑熊学院而言的话，我们最重要的是着重于知识的教育，还有技能的训练。但是呢，在整个更广义的民防里面的话呢，它有很多是包括心防、民防，然后甚至还包括国防的部分。那因为我们上一次做的时候还没有做到这个，就是他们新的军服。哦，对，这一次也有改版，有改版，对，他们军服有改版。这本积极行动指南是独立媒体恶草出版，传达民防知识的手册。这是因第2摆出版民防手册，民众通线顶免费下载电子档，也通买到实体册。因为以早咱对震惊的想法，可能是讲一旦震惊，咱所有的社会啊，是讲经济拢爱停落来。但不过咱为乌克兰即卖的代志，咱看到就是讲震惊甲你的生活平衡，还是讲同时进行，这是一件有可能的代志。乌克兰罗西亚要咧小镇小重点讲，亲像乌克兰民间就有梦想，利用家己的个人气来帮助国家军队无资源。小重点望透过手册，互民众知影，那战争发生的时，无一定每个人拢爱上战场，那所有人拢通利用家己的专长，对国家付出，就是真重要的民防概念。记者郭文夏桂林桃园台北报道。